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5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清明连假上尾天，中昼开始，国道5号上北宜兰头城路段是正塞车。早起马祖机场因为网务关起来，总统蔡英文已经到美国洛杉矶了。台湾时间半暝1点，要甲美国众议院院长麦卡锡见面。中国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过来，第一拍卖介绍部分县市已经冲破1公斤100块，创历史新高。一寡卖卤肉饭的业者嘛拍算要起价。新闻开始来看，今仔是清明连假的上尾天，高速公路车是真多。高公局表示讲，国道5号应该会塞到暗时8点，国道1号、3号下晡4点到暗时7点嘛会真塞车。今仔早起，桃园有一台自用车冲过滨高道，台铁的调度员紧急通报落南的火车赶紧动起来，加载无发生意外。今仔透早马祖起网务能见度无到200公尺，机场就先关起来，真侪旅客拢伫机场的等。松山机场国内线大厅人真多，收假日马祖因为大网务能见度无好，南港抑个北港机场早起拢关闭，班机无法度起飞，旅客无法度上飞机，只好继续等。航空公司有说大概什么时候？没有嘞，他一直叫我们在等，去钓鱼。去钓鱼。那后面行程怎么办？如果不行的话，就坐晚上台马轮。收假日台铁也发生小客车意外撞入滨高道的事件。伫监视器看到，本来应该开过滨高道的小客车，唔知什么原因，突然间正滑驶入轨道。台铁的调度员赶紧用无线电通报，好迄当阵就要经过列车赶紧动来。同时也好，这个路段只敢来让单线双向通车，总共11班列车700位旅客被牵着。连续假期上尾天，高公局估计，国道5号宜兰到屏南车多情形会一直塞到暗时8点，要那西部国道也伫咧下昼4点到暗时7点有一波上北的车流。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以及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路段，在下午4点到晚上7点，预计会有拥塞的状况。公路总局提醒讲，东部苏花路廊上北的车流，伫4月初5是连续假期上大量，已经协调辖区加派警力。车若多时阵就进行分流疏导，估计车多情形会一直到暗时10点。记者综合报道。西高速公路拢会伫服务区休困，今年的清明有5天的连假，国道3号台中的清水服务区哦，因为位伫南来北往的中心点，清明连假的前4天，就有92000个人来到清水服务区，因4天的营业额就超过1900万。停车场停满汽车，清明连假上尾天，真侪民众休假提早就路。中部国道一透早大部分拢真通顺，但是国道3号的清水服务区也是出现人潮。就是带小孩子出来走一走啊，难得对不对？避开塞车的人、塞车路段跟人多的地方。有想要买伴手礼吗？是啊，带回去给爸妈或者是岳父岳母嘛。台中清水服务区伫咧国道上北路南的中间点，又搁会当看到海线的景色，正做真侪驾驶人半途休困的首选。这几年稳坐国道服务区营运排名榜首。今年清明假期中部天气真好，清水服务区前4天总共有9.2万人造访，营业额来到1900万块。4月1号到4月4号的一个营业额业绩大概在1900万左右的一个业绩。那我们来客数大概落在9.2万人左右的一个来客数。那我们希望这5天的连续假期会，照我们预估的，可能有机会破2000万的一个业绩这样。经过，然后要买早餐。对，我看你有买那些吃的蛋糕哎。对，要回桃园。是买伴手礼。对对对。清水服务区业者评估，收假日中昼过了，也会出现车潮，营业额有机会突破2000万。熟食区、美食街甲伴手礼店头也拢积极来备料，迎接连假上尾一波的消费潮。记者台中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伫中昼已经飞到美国的洛杉矶，按算伫台湾时间今仔半暝1点，要甲美国众议院院长麦卡锡伫加州的雷根总统图书馆见面。这是咱台湾总统头一届伫美国本地甲美国政治界第3号的人物来见面，毛美国跨党派的领袖会做伙参加。目前会后的记者会已经有160个媒体报名了。
中国一再表示抗议，伫今仔早起，都雄雄宣布讲，要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咱的总统府是强调讲，拢有掌握区域的情势，请民众放心。有学者嘛认为讲，即届甲前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无啥相共，应该袂阁出现亲像去年包围台湾的军事演练。总统蔡英文会伫4月初5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对这咱的调研伫位中感觉真好，但是中国外交部却要求美方袂当安排官员和蔡英文接触。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不得允许蔡英文过境窜美，不安排美政要和官员同蔡会面或接触。中国外交部近日针对蔡总统出访及过境行程的批评，越显得荒诞无稽。其所谓维护主权及领土完整，更脱离现实，不值一驳。中国唔但放话，阁增加绕台的行动。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新娘空域，高度54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请你进入我空域，当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初3到初424点钟内，国军是侦查到强机20台、强南3台伫台海边仔伫活动，其中9台强机阁飞过海峡中线。学者分析，蔡总统和麦卡锡见面，和进前佩洛西访台的背景是无共的。佩洛西来台是伫中共20台进前，为着安打内部，中国的态度必须要较硬的。但是最近有真侪国的领导人是安排要访中，中国的反应应该是袂遐尼大。美国嘛有家己的考虑。明年的话也是美国选举之年，美国他也会顾虑到。如果现在让美国的民众感觉说北京在给美国下指导棋，那这样子的话，对于美国的一个选举来说的话，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另外，美国印太司令部太平洋空军司令韦巴赫讲，若台海冲突，美国保卫台湾的关键，就是要先炸强军新一代的防空弹。学者认为讲，要先抢到制空权是真重要，摕到制空和制海权，中国军队就会真歹去做后壁的登陆作战，威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提前结束访问美国的行程，今仔透早回来到台湾，嘛随记者会宣布讲，伊要争取国民党的提名，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郭台铭嘛将对伫4天前离开国民党，搁再向大家回信咧。伊嘛强调讲，若是最后国民党决定要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伊会全力来支持，因为伊目前上大的目标是互民进党落台。我4年前负气离开国民党，让很多人失望，所以向国民党朋友们致上我万分的歉意，对不起。为着4年前离开国民党来点头回信的郭台铭结束8天的科技经济开拓之旅，访美行程，回来到台湾第一个记者会，就是对外公布未来工作计划报告。伊强调，台湾即摆因为地缘政治拄撞到危机，所以伊要来争取国民党提名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来化解美中的对抗。我愿意全力争取国民党的提名，与赖清德副总统来一场君子之争。台湾的避战要做2件事情：第一，化解美中对抗；第二，不能让民进党执政。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年轻人，投票给高举台独、仇中抗中的民进党是危险的。郭台铭表示讲，假使若得到国民党定调，会来团结所有非立阵营来赢2024年的大选。不过，假使讲若是上尾国民党决定要来提名侯友宜，伊嘛会全力来支持。如果最后民调侯市长高过于我，国民党决定征召他，那么我会全力支持侯友宜市长，帮助国民党胜选。郭台铭还佫讲到，煞尾伊会来访问日本，嘛会继续来举办演讲会甲说明会，来表明家己是要安怎来达成目标。记者综合报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表态，讲要争取国民党的提名，参选2024年的总统。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是回应表示讲，照顾国家台湾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愈来愈好，是每一个人的心愿。之前有民调显示讲，侯友宜的民调是6都市长内底最后一名。民进党嘛批评侯友宜心拢无伫市政顶头。
顶前听交通局的报告，新北市长侯友宜连任100天，初5到淡水了解廉价交通输运状况甲慰劳基层，针对企业家郭台铭宣布要争取代表国民党选总统。不过，若侯友宜民调较悬，会甲支持，外界好嫌侯友宜到底有要选总统无？本人也是无漏口。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是守护中华民国，爱台湾人民，大家拢会当平安。这是我不变的初心，所以面对每一个人，我们都用大家团结在一起。侯友宜本人无讲好明，颠倒是民进党召开记者会，批评新北市长蒋万安甲侯友宜选后这100天是荒废市政，佮特别考试侯友宜根本是咧等国民党直接顶掉。100日好感度的民调里面，侯友宜跟蒋万安简直民调就是难兄难弟。荒废市政的侯友宜，成天只想黄袍加身，等待国民党直接征召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我每天就是面对新北市的未来的愿景，不是跟他笨色说变夏绿地，不是温仔建跟他改变。你看我的3环6线轨道建设，专台湾咱做上前，不要说切蛋啦，鸡妈妈起价，猪肉阁起较凶。这拢是咱民众上关心的。斟酌点算家己的市政成绩，嘛顺续甲话题转到国家民生的议题顶悬。侯友宜虽然对选总统无明确表态，有关乎各界对伊伫2024年大选的角色留下真大的想象空间。记者郭明水新北台北报道。国内猪的拍卖计数对3月初1公斤82.3块，短短1个月。这几天有部分县市的拍卖计数就已经冲破1公斤100块了，计数创历史新高。有一寡卖卤肉饭的业者嘛表示讲，猪肉起价成本增加，因嘛要起价咯。饲猪的业者是表示讲，因为旧年猪仔囝生了较少，饲料嘛阁一直起价，所以未来猪肉的计数可能无啥会落咯。香港的猪肉，互人看到就是要食，毋过因应国内猪肉计数变贵，嘛影响业者。捌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小王主锅宣布卤肉饭起5块，啊，还有知名店家金丰卤肉饭打广告讲，肉类产品计数嘛要起。其他的便当店业者嘛讲，猪肉计数贵甲超过成本。因为它涨的幅度蛮大的，我也跟猪肉供应商，因为我们都是用温体的，所以我也跟他讲说，如果你涨到超过我的标准的话，可能我就要暂停了。对啊，因为这样我们等于做白工，而且还要亏钱啊。那便当店的业者感觉猪肉计数变贵，逐工去菜市仔买菜人嘛感觉猪肉计数变贵，钱变薄。现在什么都贵啊，物价上涨得很厉害，比较贵啊。而且现在要清明节再来，粽子节也都会涨。清明节休市之前97块吧。你消费力道的话，它没有很明显的衰退的情况之下，你供应量跟不上来，当然价格会持续在高点啊。饲猪业者讲，受到猪肉供需无平稳的影响，就算过5月节，猪肉拍卖计数每公斤也是伫个90块袂过落。啊，毋过毋拿猪肉计数变贵，就连清明要食的食物润饼糕嘛传出米粉这原物料起3成，就惊消费者无买，业者敢会当家己去收。南部那边是都已经涨到200了，我们可能目前还没有考虑涨价，对，就是还能自己吸收就自己加减做。米粉猪肉计数变贵，毋那业者讲生意歹做，消费者嘛感觉物价拢变贵。伫个钱变薄的时代，大家拢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厝价去年起价上悬，中央银行嘛阁已经升利息，即马买厝的贷款利息已经拢伫2%以上咯。咱台湾的买厝市场出现三悬，厝价真悬，利息真悬，贷款的年限是真长，至少拢30-40档。看预售屋除了周边生活机能，对着初买者计数平数是买厝的指标。根据建商统计，每礼拜至少10几组客户预约看厝，大部分拢是看小平数。以我们家大概是2到3房，那主要客群大概还是会抓在2房一卫左右的25平左右，对，会是先以比较小平数开始看起。每平应该都差不多50到60，是蛮大的负担。通膨的关系啊，所以整个房贷都往上增加，所以暂时不会考虑买房子。虽然看厝的人多，不过少年人想要买，阁唔敢买。
厝价遮尔悬，袂少买厝族为着立贷款，拢经30年期房贷，加上国内市场进前央行利率连续5起了后，已经进入厝价利率贷款基数新悬的新3悬年代。照1000万分32期来算，升息进前房贷利率上加1.31%，升息了后冲破2年头每个月贷款按33000变37000，算咧一年加44000，会使讲上班族爱加开1个月的薪水。1000万的贷款来说的话，那在每个月的还款的金额会比升息之前约多3000多块，所以确实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压力。那这个部分上面也会影响到购入。中人讲原本市场预期这季升息会冻点，央行却起半马，面对房市在修正落车阶段的升息，要买厝的民众爱较细致，唔通互厝贷跌甲下下。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的诈骗是愈来愈猖獗，尤其是假投资诈骗。今年的2月中到3月中，就已经有将近500件。警方嘛甲 Google 有共识，建立通报下架的机制。刑事局嘛要求所有单位市民人家都要继续收集网络假投资的广告，嘛已经向 Google 检举至少350件哦，内容嘛随对网络已读。我就按照原裁定收押禁见，并且冻结名下资产1年6个月以上来做刑事调查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假检察官讲敢若真的共款，或这个黑白送是真紧张，赶紧照伊的指示拼去银行。要冻结的话，是有人被骗，然后去提告，我们才可以把人家的账户冻结啊。警察赶去到现场，手机啊甲摕过来，随甲挂掉。你是哪位？你先说你是哪位啊？为什么要跟你讲？诈骗集团唔死心，换人搁试看卖，发现他着铁帮，才甘愿放弃。原来台北市一个60多岁退休的公务人员，伫一礼拜前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讲伊是检察官，骗这个公务人员讲伊涉入刑案，爱去银行甲网络银行的密码改掉，交在银行紧通报警察，要500万的养老金，才无互骗去。你知道什么事找你吗？不知道。领多少钱？199。再头来看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为因牵手的口座，甲济现金领出来，当才要离开银行尔，就随去用逮捕。警方调查，这个33岁姓寇的查甫人领出来这条钱，是一个投资诈骗的受害者的。行员察觉账户金流异常，遂向警方通报。本所获报，积极追查后，锁定许姓男子涉案。国内诈骗是济那两摸的，尤其是投资诈骗。短短1个月内，已经有买500件，财务损失有达1亿7500多万。刑事局嘛要求外勤单位伫清明年假收集网络假投资的广告，而且向 Google 检举，甲摕落来。避免我们的国人他因为空闲的时候在浏览网络上的一些讯息被假投资诈骗。在清明年假期间，我们特别提醒外勤单位同仁能够协助通报下架的机制。除了部分的外勤大队，共要求要有60件，其他的大部分是30件，国际科20件，总计是350件。刑事局强调讲，已经甲 Google 达成共识，这届由刑事局的外勤同仁伫清明假期先做，了后嘛扩大到全台湾的警察机关做伙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因为婚外情的风趣会做假消的案件，被指控34项的刑事罪名。川普伫初时亲身去纽约出庭，也毋过否认所有的指控。后来转去佛罗里达州，嘛批评讲美国的司法太过离谱，伊坚持家己并无违法，认为讲这是政治迫害。川普目前伫共和党至少爱甲来竞争者来拼总统的提名。有专家是认为讲，这件诉讼可能会让川普的支持者愈团结。支持者大声喊美国，官司缠身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伫民众欢呼声中上台。伊伫美国时间初时出庭算了，登去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发表谈话，犹原坚持伊无做任何违法的代志。伊控诉司法体系对川普家族有受分，也个暗示讲。若是伊也是总统，就当防止中国甲俄罗斯革命，美国的经济也袂遮尔歹。The only crime that I have committed is to fearlessly defend our nation from those who seek to destroy it. 川普进前对2016年竞选期间支付失证骗女明星13万美金封口费的案件，伫纽约出庭应讯。
面对检方指控其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罪名，伊全部拢无认罪，一直讲伊受到政治迫害。川普也是美国第一位面临刑事起诉的前总统，若是定罪相关的被判136年。Not due back in court until December 4th. Defense attorneys asked to have him skip that next court appearance. They asked that he not have to attend because of the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They cited the security, the expense, the logistics that went into it. But Judge Juan Merchan, who is presiding over this case, he said he was not inclined to give Trump a pass out of his next court appearance. 川普继续拍到，和美国再一遍伟大口号，将至少5位竞争者要抢总统大选党内提名。目前的形势是暂时领先。专家讲，即马一个无法度看出刑事诉讼是不是对川普的竞选有长期的影响。不过短期内确实会当带动川普的支持声势。公司新闻牛延编译。4月初4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4周年的日子。芬兰嘛，伫即天正式加入北约，北约国家会共同来对抗攻击。未来芬兰的安全就毫有保障咯。也毋过，罗西亚是非常的不满，嘛表示讲加入北约是芬兰一个真危险的历史错误。另外，甲芬兰同齐申请要加入北约的瑞典，目前是因为托尼基的反对，佮会协调。音乐声中，芬兰的国旗伫北约比利时总部慢慢升起嚟。4月初是北约74周年纪念日，芬兰伫即天正做第31个会员国。北約秘書長史托滕伯格講，歐洲國家攏想要加入北約，是俄國侵略烏克蘭戰爭嘅結果。It is a special honor to welcome you here on this historic day, as Finland becomes the 31st member of NATO. 俄戰爭爆發了，附近嘅國家攏擔心，會是俄羅斯所落來侵略嘅目標。連續6年排伫咧上幸福國家嘅芬蘭，這個時陣加入北約，心有較在。If people can live in secured, stable circumstances, that's the basic element of happy life, and you, I guess, know that Finns are very happy already now. 伫咧家己家厝門口插北約嘅旗仔加芬蘭嘅國旗，之前伫北約部隊服役，即馬已經退休嘅伊爾卡對即馬嘅情形真滿意。實際記錄嘅冊人問，大部分嘅民眾也攏認同這種看法。No, tuo se jonkunlaisen sellaisen turvallisuuden tunteen tieteen. Kyllä mä kannattaisin. Tuosta isosta veljestä ei tiedä, mitä se tekee. 瓦利馬是芬蘭加俄羅斯嘅過境點。俄戰爭開始拍了，這擺是上千上萬嘅俄羅斯民眾逃避做兵嘅路線之一。即馬遮攏無啥人，這種冷清嘅情形就當看出俄羅斯加芬蘭之間嘅關係已經降到冰點。即馬外界也伫咧要講，去年5月加芬蘭做伙申請加入北約嘅瑞典，將會是後一個會員國。記者綜合報導。今年1月份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宣布講，在全球要裁掉12000個員工，大概是全球6%的員工哦。各個員工攏站出來維護家己的權益，將英國員工嘛佇總部罷工抗議。正受氣的員工拿着標語，伫咧 Google 英國國王室的總部外口罷工抗議。就伫今年1月 ，Google 的母公司宣布，要伫咧全世界總共裁12000位員工了。包括美國、瑞士、日本等國家，攏出現裁員的糾紛。伫咧英國嘅員工也講，就算這邊裁員已經要結束啊，不過後回裁員，真有可能就是家己。I think what happened is not really fair. I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a different way, and yeah, it's a little bit disappointing to see a company that you believed in so much managing people like that, like handling people like that. What will the next round be? How will it be treated next time? Google 伫咧英國有5000多位員工，公司方面回應講，就敢若是1月初所講嘅，這是一個困難嘅決定，也知影這對 Google 員工來講是真有挑戰性嘅時陣。不過一位參加抗議活動，無願意講名嘅員工講，員工甲管理階層之間嘅談判，讓人真失望。We told them that if they didn't fix things, they'd like to see a lot of individual grievances, and that's happened. And Google's attitude to that has now been union companions in individual redundancy meetings. 努力捍衛員工權益嘅工會講，
对公司消极的态度，工会绝对袂退缩，会一直到谷歌答应工会适时参加协商，并且让员工得到应该有的尊重甲对待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去年组成公民会议，针对安乐死的议题辩论3个多月，最后会议是有80%的人赞成有条件开放。总统马克宏礼拜一表示讲，会伫今年热浪提出相关的法案。43岁伊姆夫自出事倒病身躯就袂振动，目睭嘛部分受损，大汉了骑马摔倒，肋骨受伤，即摆已经无法度控制四肢，干那镜头会当振动。les douleurs, les handicaps, les maladies, les machins, non, c'est bon là, j'ai. 伊姆夫无按算随时要结束生命，毋过认为家己病袂变好，已经有预备安乐死的想法。伊的祖国法国也禁止安乐死。伊敢会当去安乐死合法的比利时接受精神科医生咨询，希望时机若到，会当照家己的意愿结束生命。J'ai pas envie de passer le reste de ma vie dans un foyer, dans un fauteuil où je pourrais plus bouger. On va me donner à manger où je pourrais même plus parler. J'aurais même plus le choix de faire quelque chose. Ça, c'est pas une vie, ça. 伊姆夫毋是个案，去年比利时有将近3000个人安乐死，其中53个人是法国人，心智动静求死不能，伫法国引起讨论。去年法国政府组成国民会议，随机举办184人辩论，佮含60外个专家会面，3个月后做出结论。La majorité de la convention s'est prononcée en faveur d'une ouverture à l'aide active à mourir. 对公民会议的结论，马克宏总统伫初三作出回应。Je souhaite que ce travail permette de bâtir un projet de loi d'ici à la fin de l'été 2023. Nous avancerons vers un modèle français de la fin de vie. Et ce chemin sera irrémédiablement différent. 马克宏敢若讲，草案有写着是毋是爱允许某种形式的安乐死，也毋过伊无表态赞成也是反对。法国国家医生委员会表示反对。目前伫欧洲、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安乐死已经合法，也毋过其他欧盟国家对着安乐死内部也有真大的争议。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来看2月7日统一机大地震了后，有一个出世3个半月查某红婴仔5天后，互人救出来。本地拢认为讲伊是孤儿咯。无想讲最近透过 DNA 找到伊亲生的妈妈，总算互因母仔囝团圆，是真使人感动。统一机2月7日强震了后，东西区下泰省密密麻麻出事这3个半月查某婴仔，受困逃少128点钟，超过5天好运得救。这个奇迹鼓舞人心，查某婴仔健康状况真好，也不过双亲含兄哥可能已经拢亡生，医护人员毋知伊的名，交号做神秘宝贝医生，含其他无人照顾的红婴仔，做伙送去首都安卡拉照顾。其实因老母叶淑敏嘛得救受伤大院，经过 DNA 比对确认母女关系，神秘宝贝原来号做魏廷白大师。找伊总统专机，甲伊按安卡拉送转来故乡。54天后，母囝团圆，老母欢喜，甲卫廷抱咧，滴针，香港目屎嘛顶落来。Refakatsiz çocuklarımızın ailelerini arama çalışmalarımız gizem içinde geçerliydi. 15 Mart itibariyle annesi burada zaten şehir hastanesinde tedavisi devam eden bir kardeşimiz. Bir eşleşme olabileceği düşünüldükten sonra DNA testiyle annesinin 这场发生伫土司边境的规模7.8强震，已经夺走超过56000人性命，其中5万人伫土耳其，其他伫叙利亚。救援期间，有一个新生查某婴仔红仔嘛受到众人关心，伊老母伫废墟内溃力尽出，囝生落来才过身，得救的时阵还未转在。全世界侪人希望会当甲收养。最后，伊甲侪地动的孤儿同款，交予亲情抚养。目前，甲职工一家12个人做伙住伫灾区的临时天路。公视新闻徐慧中编译。过来的消息来看，屏东县李港乡3号路一间抗塑胶粪扫的工厂，伫昨下晡发生火灾，火是烧甲真猛哦。昨暗7点外，火才拍花，加在无人着伤。这间铁皮厝发生大火，乌烟一直冲出。消防人员伫咧厂房外口拍火，伫高速公路顶头就人看到远远乌烟冲天，真侪人打电话报案。
这场大火是发生伫咧初时尾暗5点外，屏东县李港乡一间囤塑胶废弃物的工厂发生大火。屏东县消防局接到报案，出动李港、高州等所在分队15台车、28人来拍火。附近工厂的民众也走出来关心。头早你有讲你内底放什么物件啊？伊废弃物、塑胶，对恁有影响吗？这附近？这因为这附近拢行区啊，今仔个放假，所以就是大家拢无上班，还是看乌云大家要走出来。看到火烧起来那么大，我们一定会担心，那时候会到我们那里。哦，所以你们赶快来这里看一下。看一下。这间厂房本来是金属处理工厂，烧起来了，厂房内面囤真侪塑胶废弃物，大火一烧，塑胶扬起了，现场有正高的塑胶味，附近的民众闻了拢真无爽快。因为现场资源无够，屏东消防局向高雄市消防局请求支援水库车，火一直到暗时7点多才被控制，由消防队伫咧处理残火，好佳在无人员伤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县东山乡的金陵新村，县政府对2016年开始规划做社会主体，也是个人友善园区，也毋过拢无法度顺利招标。即马传出讲县政府打算要甲土地兴予国防部，也毋过东山乡长是认为讲，县政府应该继续打拼，打造长照园区，无应该安尼就放弃。大门锁条条边还有搭袂使入去的广告，这是宜兰县东关山的金陵新村。过去这是县村，县府要甲国防部争取这个土地，想讲要来透过招商来做社会主体。毋过评估了后袂当，要甲改做关陵友善园区。毋过到当还佫找袂到厂商，县府伫咧今年做第4遍的广告，煞尾无顺利，无白提讲会甲handle国防部。那未来有可能会还给国防部吗？或者是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选项之一，我们不排除。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往下修了部分的他的那个经营权利金。金陵新村起伫1980年，这是连勤3空1抢，退休员工甲家属住的眷村。伫国防部咧起宿舍了后，旧眷村都已经无人住，即马规个拢甲迄个生网，大门锁条条，因为内底拢无人咧整理，草啊发甲黄爬爬，环境看到暗闪，惊说讲会来争做地方的这个治安起。还是要来继续努力的，那不要随意就把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长照用地来回拨给国防部。地方认为讲，专案遮侪年来招商未顺，拢是因为县府根本都无决心要做，无应该就安尼凊彩甲土地handle国防部，互即个土地安尼煞咧拍远。县府讲，即个案件已经下收厂商需要负担的即个管理金。假使讲若是招商未顺，无排除讲会甲土地handle国防部，毋过要是爱看即个审议委员会审议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假，高雄的寿山动物园人是叉，一天拢有1万的游客哦。也毋过，所有家长带囡仔带物件饲动物，动物园是表示讲，这款行为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上济是当处1档以下有期徒，也是讲上济罚30万。两个查甫囡仔徛咧玻璃头前，轮流把手内面的食物往前弹，家长嘛继续予伊物件，甚至拍破鼓励。毋过，这是寿山动物园乌星星展示区，袂当凊彩饲食物。每种动物我们都会有精心调配它适合的食物，其他人类食物像是吐司啊，那或者是面包，那其实这些都会额外造成动物的负担。连假期间，寿山动物园有真侪人来佚佗，每一天平均1万人。4月3号更加有13000人，创下去年12月重新开园以来的新纪录。毋过人侪就出现乱象，园方特别提醒家长带囡仔来佚佗，凊彩饲园区的动物，佮无听阻止，是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含处罚6万到30万的罚金。我会制止我的小孩，应该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啊，因为毕竟他们都是有专属的园方的人员在喂食嘛。一定会制止小朋友啊，因为这样就是不正确的行为，而且这边都有贴那个公告啊，不能拍打，不能随便丢东西。连假出游，嘛有民众想要到垦丁度假，毋过订房汇款了后，人去到现场才发现民宿早就停业，而且无刊登订房的资料，才发现受骗。订房前应多加查证，可透过第三方订房网站，或是直接电话询问业者。
警方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假用某一间的民宿，佮盗着其他民宿的环境相片，互民众当作是真的汇款订房。被假用的民宿嘛，赶紧伫官方的网络社群打文，呼吁游客唔通受骗。警方提醒民众订房进前要加查证，莫和业者私下传资料订房，还是付款，降低受骗的几率。记者李小燕、小关综合报道。外人拢有真侪鸟仔会来咱台湾过冬哦，其中有一种是底鱼。鸟头鸟，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长期拢会抢救这款鸟仔，买记收集真侪因过冬搬耍的资料，甲生态的行为，所以嘛呼吁民众会当做伙来保护因。会飞来台湾的渡鸟内底，长鱼鸟甲短鱼鸟是一个真神秘的族群，每一年拢有300-400只来台湾过冬，其中大部分拢是短鱼鸟，因为生做真像鸟头鸟，嘛有人甲合作短鱼鸟头鸟。因为因较少伫暗时出来找食的，所以真少互人发现。当初在欧洲的估算，全世界大概有100万只，但是那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现阶段的数量应该已经没有那么多，而且下降可能超过50% 到75% 的族群量。它每年大概11月会来台湾，度冬到隔年的4月才离开。有10多只短鱼鸟头鸟放送来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因为飞行安全，伫机场互鸟网抓落来。相关人员甲因救落来，送去遐治疗甲照顾，结果甲因野放回去。飞安单位他们是很热心，然后非常有保育概念的，是去主动通报。那所以我们这段期间，从2010年，甚至进入2010年，更往早回溯是2006年到现在，所以我们收治的量大概已经有340到350只。不过台湾有一寡爱甲鸟翕相的人，因用笼仔甲鸟关起来，关伫内底翕相。这种所在人甲合作加强，去互检警查到了后，发现因甲短鱼、鸟头鸟等等的保育鸟啊关起来的事实，这个证据嘛，互人看到一个悲惨的故事。我们在2年前发现有一只短耳鸮的照片一直在网络上出现，那我们就研判这就是龙潭这个桃园机场有出来的。那这只短耳鸮，我们研判是被捕捉进去，然后在拍摄的时候，明显看到它的左翅明显的垂落，所以它受伤了。短鱼鸟头鸟来台湾过冬，行踪真神秘。不过，当因受伤来到人类的社会，互人了解因古水的外表之下，是稳装偌济生存危机，需要更较侪人的关心甲协助，互因会当安心伫天顶自由飞，继续8000公里远渡鸟潜耍的旅程。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冬一寡渔港拢陆续开放岸边会当钓鱼。本地管制甲真严格的华人和平工业港，嘛伫经济部甲企业协调了后，开放放假的时间会当钓鱼。市民年假来遮钓鱼的民众阁真侪。为着要体验已经封管制真侪年的和平港内底钓鱼的感觉，趁连续假期，真侪爱钓鱼的人专工来遮。因为无开放，所以遮的生态发展真好，亲像乌达啦、树菇、石斑一直钓起来。这甲其他所在伫钓鱼的感觉是真无共款。已经钓几只了？10几只了啊！生态真好，你看，下次再来玩。这也是和平港最美的一个海域。然后如果透明的话，然后它底下都是珊瑚。和平港伫花莲秀林乡苏花公路的和平村遐，伫1997年起的，2003年正式营运，是经济部以 BOT 的方式甲第二建造营运。2019年还阁得到生态港的认证。因为政府推动青海政策，所以港区决定开放伫咧休困时会当来钓鱼啊。我们目前是开放3个地点，分别是北内体、还有南内体、还有 S4码头等等的非经常性的一个作业区域，风力达到6级以上，浪高超过2米以上，还有港区可能相关的一个作业的需求，我们就可能会随时的一个公告终止这样的开放的一个作业。港公司提醒民众，报名是采电话预约，开放的时间是逐礼拜6礼拜的早起8点至下晡4点，每一天限制100个人。虽然现场会安排救生人员，不过来钓鱼的民众要是爱穿救生衫，甲较袂旧的鞋仔，而且保持港口内底环境的清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有一位雕刻老师傅颜定庆，手工做扁仔的雕刻特别半世纪咯。伊家己创真特殊的立体，每一块扁仔拢是独一无二的设计，才受到支持者的肯定哦。佮有学校安排学生囡仔去教伊学功夫。双手乌骨粗，摕到无共寸脚的技师，
无久的时间，立体味就慢慢铺出来。73岁雕刻师颜内庆，伫台中柳山边的这间店做手工牌匾雕刻，已经做48档。我对这较有兴趣，所以我常常就行这道，这道为63年做到即马48年啊。原底我是袂晓写字，原底我袂晓，才经学经进步安尼。写字拍鼓，用黑笔描边，搁再用复写纸印伫咧茶顶头，就当开始刻。所内还佫包括字要上擦、抹边、擦光擦，一个纯手工的雕刻牌匾，至少就要做10工。加即马电脑排版的机器做的牌匾，只要3工比起来。颜内庆用正楷加形丝做底，刻出伊特别的颜立体，有一种手工的温度。颜内庆讲，伊的手定定因为刻的时阵出力会扑拍，或者是有倒挂着，拢全空嘴。毋过只要听到人去学落伊的牌匾水，就真有成就感，也是伊一直做这道的动力。有的人起来会讲，哦，你做的物件比我想象更较超过，就是讲伊比伊想的更较好，安尼。你也刚刚有兴趣干嘛？对。好了，好，人家在。不是。雕刻刀的力量加角度，和每一块牌匾拢有伊特别的样貌。老师傅无看步，用心教。皇家大厦博物馆加地方的文化课程安排在地学生来甲伊学。虽然伊家己的囡仔有家己的人生规划，无想要继承伊的手艺，不过伊创立的大名雕刻社是正做108学工的实作教室，让伊的技术有机会让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林地的中州里有一个中州具体桥的古迹，社区为特别请民众来遮观光，嘛利用具体桥边啊国军的场地重新规划设计，让民众会当伫遮看火车、啉咖啡哦。社区嘛阁继续在整理，望讲会当来真做是林地的风景区。台南林地区的中州里内底有一条历史真久的具体桥，伫咧社区的争取之下。结合原本守护铁桥的旧营区，加码发展做当地的观光景点。因为是真瓦大铁桥路，所以也成做一个看火车的好所在。欢迎各位好朋友会当有机会，就是来阮中州这个旧铁桥、旧营区2人溪的定题来参观来旅游。即马休困日的时，旧营区都会有社区单位来卖咖啡、有农产品。成做一个行大的好所在，里长也按算来甲遮整理你的，而且规划活动，互游客认捌在地故事。除了看火车之外，咱有会当 cosplay，伫遮阮会设计换装，会当来打靶、打气弹，而且佮内底有咖啡座，会当来休闲怀旧，而且亲子活动，会讲来消磨一个真好的休闲的空间。毋但维护具体桥，嘛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会当讲是一兼二顾。具体桥的4颗螺啊，政府未来嘛按算做征收，做伙打造林地区的新景点。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地方拢真认真咧拼观光哦，咱嘛来看屏东县雾台乡一定废校的阿里国小，即马校舍重新翻过，真做是游客中心，卖当提供游客来遮住，嘛部落的文化通亲身来体验。咱做伙来看卖。黑色、白色的架啊，充满绿界传统风格多样，一栋装潢甲正水、正新的建筑物，其实是屏东县雾台乡已经废校数十档的阿里国小。阿里国小的教室，那现在把它变成楼上是一般背包客应该要住的地方，那楼下这个地方呢，大概有一个游客中心。最左边那个地方有一个体验中心，由木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协助征收，活用阿里国小的旧校舍甲空间，唔但会当做客栈，嘛会当规划部落文化体验活动，佮较是重要的游客中心，通申请进入阿里部落的生态景观区。办活动一定都是在这个广场上面聚集。那刚好这边也是临近停车区，所以说游客上来的话，现在这个建筑物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了。上阵疫情解封了后的佚佗人镇，雾台乡海拔上悬的阿里部落整修出游客中心，希望会当吸引愈侪游客来登山、来行踏，嘛要规划深度生态旅游，推广部落的文化。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初三公布阿提米斯2号月球探索任务的人员名单，有4个太空人哦，头一摆有女性加非洲的人员。这届探索任务计共会有10天哦，会替阿提米斯3号正式登陆月球来做准备。美国国家航空和太空总署 NASA 初三伫德州的休斯顿太空中心向外界介绍阿提米斯2号月球探测任务的4个太空人。这和较早的任务较无同的所在伫即摆是第一摆有女性和飞蛾加入。今年44岁克里斯汀·纳寇克是一个电机的工程师，我伫太空执行任务328天，是创女性太空人上久的纪录。2019年10月，和杰西卡·梅尔伫国际太空站执行第一摆全女性负责的太空漫步。今年46岁，维克特·格罗夫是一个飞蛾，伊是海军飞行员出身。2013年加入 NASA，2020年是第一摆去太空，是第一个伫太空站半年飞蛾的美国人。We're going to stay in an amazing high orbit, reaching a peak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miles while we test out all the systems on Orion and even see how it maneuvers in space. And then, if everything looks good, we're heading to the moon. It will be a 4-day journey going 250,000 miles. 拢总10天的阿提米斯2号月球探测任务，计划伫2024年年底，也是2025年年初出发。4个太空人是未登陆月球，因主要是替阿提米斯3号的登月任务开路。The largest, most powerful rocket in the world is going to propel them onward and upward into the heavens, and they fly to the moon. This is Artemis 2 mission. 4个成员内面，即摆47岁的瑞德·魏斯曼，捌是 NASA 太空人办公室的主任，即摆是阿提米斯2号任务的指挥官。即摆47岁的加拿大籍的杰瑞米·汉森，伊较早是加拿大皇家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即摆是伊第一座太空之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泰国的电影哦，真侪人拢会想到鬼仔片。伫泰国就有专门讲鬼仔故的 YouTube 频道，主持人会去找各地头的鬼仔故事，吸引约300万人加入会员，是真受到欢迎。46岁这个兄，伊伫20当前，因为经营口音鬼仔故的电台节目，真受到计程车司机的欢迎。即卖因为科技的力量，这恐怖的鬼仔故透过 YouTube、Twitter、TikTok 传出去，收听的人愈来愈多，年纪嘛愈高。这个兄讲，即卖上定讲因拄着鬼也是恐怖事件的族群，都是外送员，因为因长时间拢伫曼谷的大街小巷走来走去，都伫因看到的鬼，即嘛因为时代改变，拢无共啊。ถ้าเราฟังเรื่องผีมาตั้งแต่สมัยคุณปู่คุณย่านะครับผีสมัยก่อนจะออกมาแหกอกควักไส้คอขาดผีหัวขาดออกมาหลอกผีกระสือออกมาหลอกแต่สมัยนี้เปลี่ยนไปผีไม่ได้ออกมาตอนกลางคืนอีกต่อไปครับออกมา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แสกๆเจอผีหลอก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แสกๆแล้วการแต่งตัวของผีก็เปลี่ยนสมัยก่อนการจะเจอผีเนี่ยจะต้องเป็นผู้หญิงผมยาวชุดคลุมสีขาวแต่เดี๋ยวนี้ไม่ครับเดี๋ยวนี้เป็นผู้หญิงแบบใส่กางเกงขาสั้น经营卡散，这个影伊伫 YouTube 经营这个讲鬼仔故的电台，已经有300万的人订要看。为了维持节目的运作，伊特别请员工在台选的时阵爱较严格的，莫和政治有关系，嘛莫用会去侮辱着王室的鬼仔故。而且伊真够做生意，搁伫电台1楼做咖啡店。毋过一个人听鬼仔故的，就会当伫遮和人做伙听。像这个真死忠的听众，伊嘛是一个警察叫查瓦特，伊就真相信有鬼，讲伊伫办案的时阵捌看过。พอผมไปถึงผมก็ส่องที่หน้าต่างส่องเข้าไปก็ยังเห็นว่ามีคนอยู่ในห้องน้ำครับมีเป็นเงาของชายอ้วนๆไขกุญแจเข้าไปปรากฏว่าไม่มีใครอยู่ในห้องครับแต่ห้องน้ำปิดอยู่และทีนี้ผมก็พยายามดันประตูห้องน้ำครับเข้าไปเพื่อตรวจสอบปรากฏว่าเป็นชายอ้วนจริงครับแต่เขาเสียชีวิตมาแล้วอย่างน้อย5ชั่วโมงครับซึ่งเรื่องนี้มันก็แสดงได้ให้ผมเห็นว่าคนที่เดินเข้าห้องน้ำตอนแรกครับเป็นวิญญาณของคนที่อยู่ในห้องน้ำที่มาทำให้ผมเห็น听过这侪恐怖佮奇怪的故事，这个兄敢真正相信世间上有鬼？เกิดมาในชีวิต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ผีเลยแต่กลัวผีขึ้นสมอง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
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华东地区上低17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